来到新北市三峡山区的五寮国小，学生们正卖力打着传统客家花鼓，动作尽量做大一点，该转身的时候就要转身。学校所在的五寮里，客家人口超过60%，学生透过客语魔法学院的各项课程，轻松学习客家文化。小朋友上课喽，安静一点，卡点地位，卡点地位。活泼的客语律动课一向是小朋友的最爱。我觉得客家律动很有趣，因为可以唱唱跳跳，然后比较活泼的课程。学习难免遇到困难，但教不熄孩子们的热忱。要背那个客语的东西，然后因为有很多，所以就很难背。可是最终我还是背好了。有趣的客语小主播课程，不但拓展学习视野，也让学生们更贴近客语的使用习惯。外国流行千层派，客家朋友好吃饭，过节要吃冒鸡蛋，凤板、捏板、老挑板、凤蛋。让我们的孩子坐在主播台上，用客语来表达。那在表达的过程中，也可以让孩子去说一说日常的客语。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它能增加我的口说能力，还能让我认识更多客家语言。整个校园以竹子和竹笋为意象，呈现五寮在地特色。在自然舒适的环境中，孩子可以快乐学习客语。客家文化的传承也能从在地落实扎根。上课喽！卡点地位，卡点地位，卡点地位。